好睇呢，因為嚟談小考咧，基本呢咧係免講，而為觀眾朋友嚟講小考。免講，基本呢而為觀眾朋友講乜嘅小考啊？大家注意啊，因從小到大吼，我經過當道嘅考試啊。唔看哦，像人哋頭擺讀書嘅時節啊，有個隨堂考、月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升高中有高中聯考，升太后有太后聯考啊，一個出國留學啊，還有托福考，還有哦，唔看一個技能檢定，還有檢定考，像個主持算嘅檢定啊，還有個英語文嘅檢定，韓國一檢定唔單槍100天天呢，真見你哦考冇衰啦，唔單槍係用哦，出社會哦，你咪個公家機關啊，還有國普考、鐵路鐵考、天星鐵考、法院鐵考、歷史鐵考一條，真見係按到嘅考試呢，我考焦哦，永遠要準備唔得啦，如果上司嘅嗬。嘿嘿，冇想到嘅辦法嚟應付係做唔得了，搶眼注意方法喎。你講過啊，你講到按到嘅考試啊，我真是講一點都冇錯。個初寫道題按到嘅考試，天才要方法正錯啊。我面講你講嘅方法係乜解啊？我講嘅呀，唔係乜嘅好方法啦。唔過你雖然佢唔係乜嘅好方法吧，上司又咪算係一種方法喎。你講過啊，你講嘅方法唔會係小人嘅方法吧？伊利啊，你實在很精啊！我高一唔就第二，還想係都市地波嘅細蟲哦，按了解我嘛。我面講有隻方法唔好啦。係喲，伊利啊，我喺度講笑嘅啦。唔過唔想看你啊，一按到考試，遠遠咩準備唔會說啦。古說吼，人都想到方法來應付咩？你韓國，你根本你唔做，會對唔起自家嘅良心呢？怎麼啊？我喺考試嘅時節，我考到將近3年啊，然後將近春起來，天通嘅，無些人去瞄到嘅。先生，看下前後隔壁嘅同學有啥名嘅冇？怎麼本人考本呢？我喺關心自家，你關心別人。我都做好心呢，很多啊，根本你唔做，聽講你唔做嘅後悔。先生你講下，同學之間啊，大家要互相合作。還有一句話，很多今日事今日畢，今天考試今天作弊。您講過啊，了種唔好嘅事情啊，本你講到啊，當場都要逃離強弱，唔單chẳng安樣啊，講起來你當場都要經驗麼？哎呦，慢要講捱啦，不過啊，我講到係個經驗吼，我讀高中嘅時節啦，注意擺經驗吼，本係印象當深喎。幾擺吼，拄好也係期末考，冇考過，我變留級呢。同學大家說千三萬我啲嘛。作弊啦！從下順方嘅拄好，伊個台前頭嘅教吹一腳哦，嚯，貼起有理咯！考試嘅時節，佢都唔曉寫咩，都見睇頭前同學嘅燈。你咪講啦！你頭前嘅同學唔返記啊，繼續寫嘅。好，一杯面啊，時間唔多嘅，當天啦，我出嚟一滴風，哎呦，同學。然後頭前嘅同學嘅頂係個頂腳啊，台之後嘅同學掹到，大家笑到我死嘅。你講過啊，你一種考試小人嘅方法，會唔會貼現面嚟啊？哎呦，這樣子啊，佢自己咪知道當排泄啊！我好啲咯，冇本先生處罰咯。哎呦，我佢先生係教啊，唔係笑啊，唔係冇干冇使正錯。就係啊，上次哦，先生啊，遇到那種事情哦，真係佢冇干冇使啦。將我嘅同事說你啊。伊一博嘅吼，就為了一件事情都會煩惱啦。所以因為呢，一個先生啊，打電話來公司本期啊，有個係阿明咩，都一個貴少3年生啊。個先生啊，願意打來公司，我接到嘅，請問李先生在嗎？我就接佢，這裡你電話，就接到先生嘅電話，先生來講，李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麻煩你來學校一趟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很嚴重，要跟你溝通一下。哦，佢寫啲電話接睇咧，當見總咧，唔知都係乜嘅事情，都日日就會學教嘅啦。學教好多先生哦，就留寫啲講啊，李先生啊，有一件事情哦，麻煩啊，你留日嚟講一下好冇？你寫啲就講啊，先生啊，到底係樣版型咯？你講啊，有一擺考試嘅時節啦，一個阿明唔曉得寫啊，你特別一種字條幫他發啦，
结果阿发拿个纸条打开了一看，阿敏啥忙啊？赶快把答案给我！那个阿发啊，看看呢，底下，牛牛啊，一团字，得要转去，得问给阿敏啊，阿敏当跳难的，也摆好势咧，一定考过咧，一定考过按怎么？留个纸团哦，打开来一看，一直出咧，出咧蛋糕还写的 A B C D， 想讲，哎呀，都在做嘛嘅喏，叫伊再留个纸团啊，再打开来。看得顺哦，还有一段诗呢，个诗啊，因为下电呢，写乜嘅喏？答案哦，自家跌啦。您讲过啊，你用係白纸，cái考試很跌線教哦。唔但真係用哦，輕重要呀，喺度追迷發考卷嘅時間。現場開始發了，蔡阿發0分，李阿敏0分。給阿敏拿到嘅考卷啊！哎呦，快啲，人款呢？當見咗，你解散咯？阿發做乜嘢啊？阿敏啊，扣人分，有乜嘅好見狀嘅喏？阿敏講唔咩啊？阿發啊，扣人分，啱咩扣人分？等下嘅先生，我那都2啥作弊麼啊？係喲，佢同阿英啊，老阿發兩個小朋友嘅對話，就對講，其實小朋友雖然講生死動靜啊，不過啊，真正係動彈順。不過講到咧，其實咧考試效應呢一種嘅事情啊，對呢下嘅學生來講啊，已經係當容易是被以為偏差行為之一個。當然對先生來講，咪係起到動翻咯。不過呢一種嘅事情係單方面咧，靠先生是做啲解決嘅哦，為家長、啦學生還有先生咧3方面強下來面對處理啦溝通，就做得了。好咧，了解今半日民廣告帶來嘅小課。公小時間嗰啲凍結，呢個節目到呢位要嚟結束咯。希望觀眾朋友要介意呢見面嘅節目，唔過冇唔記得哦。下禮拜3晚上9點，請準時收看呢個日頭下日講講。